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欣姐，我專登今日喺香港咧嚟到呢度蓮塘呢個地方咧，經過朋友介紹咧嚟到呢一間治療眼睛嘅店。呢個位咧係呢個我哋嘅楊師傅，呢位我哋嘅鐘師傅，佢哋有15年嘅經驗，佢哋好犀利㗎。喺呢度咧介紹可以介紹啲小朋友啲眼睛咧7日咧就可以令到佢唔需要戴眼鏡係啊。如果係大人都可以嘅，大人都可以治療啲眼睛咧老花嘅問題同埋近視嘅問題，都可以幫到佢嘅嚇。歡迎你哋嚟到我哋呢度。7日可以告別眼鏡煩惱，中醫三位一體嘅調理，專攻青少年近視、遠視、散光各種中老年眼疾嘅問題。3個月根源嘅治療，直療內調，穴位疏湯，用眼睛訓練，效果對到，無效全額退款，到店免費體驗。全國招商加盟，登賽道輕資產創業，零基礎全程輔助，冠軍品牌引流，成熟接單模式，名額有限。